恁两叔好熟，是当年我甲恁爸做403甲韩丽花穿的衫，无论安怎，讲话咱拢一定要参加。啊，若算恁无够，咱就甲这间厝卖掉啊！啊！做是死人的歌意，做的拢是中央有责任，当贵人只要教。啊，那是你甲应君仔咧练？比旁的讲无声，这下可能无多演啊。啊，你啥要做韩丽花？好，讲试看卖。韩丽花。所以讲的没有用私人的感情。我妈一直甲你吵，你是毋是足忝？推开背对。谁等？讲话的日子就要逼近啦，啊无法来较早讲的，叫我换人，伊做头手的，本来就爱比人较认真。我就是无法度做到伊的要求。啊，秀姨啊，拢讲你甲妈妈做像，个性哦，拢唔认输，是夸大庆会啦。我是陈静芳甲吴桂英的囡仔，我要先等。我看这个囡仔为着这个角色做妈妈，我实在看得足唔甘的。